来是住伫个高雄寿山的民众，拄到台湾山猴来扰乱，真困扰。讲因为袂记哩锁门，结果台湾山猴竟然家己开门，弄入去因兜车旧人红。小朋友困伫个边仔的门床，拢无感觉。啊，民众到厝外要赶猴，竟然互山猴甲把头是气到毋好讲。囡仔困甲真落眠，结果猴撞入来，嘛是无人知。大细只猴孙仔爬起咧桌仔顶，车久人红找物件食。民众回来到厝，看到猴走来，真正足无奈。我要开门啦！伫徛家厝路口，嘛有猴孙仔当伫咧食四手花。民众摕棍仔想要甲赶，想袂到，叫边仔猴孙仔把头壳会杠杠起。因为小朋友在里面，然后就是要赶快冲进去救小孩，然后所以我就穿过去的时候。他就朝我的头扒下去，这样。然后本来都在对面活动，他会吃那树的果实。那因为我们这边都有住户啊，然后隔壁也被闯过，我就闯厨房，然后我们这边是翻垃圾。住伫咧高雄寿山的民众讲，定定有猴来处理附近落蛇，最近愈接快，后生感觉真烦。常常袂去管伊嘛，甲你弄门啊，弄我去开啊。民众讲，进前豆腐猴孙仔来遮桥本数，就算附近物件收好势，嘛是会来遮晓。这摆因为袂记咧锁门，就直接亲门打呼，赶走他。扒居民的头这个状况呢，他可能有感到威胁啊，或者是觉得比较害怕的状况，他可能就会主动去防卫。不小心进入家里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把家里的门窗反而是全部都要打开，然后呢，用棍棒敲击地面呢，用声音呢驱使他不要靠近人或儿童，然后让他往这些开阔的地方、门窗的地方逃离。猴孙仔去人兜厝里找物件吃，囡仔搁困伫咧边遐，家长烦恼囡仔受伤，家在人尾仔平安无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